歡迎大家再次返嚟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， 我係 Doris。之前收到好多唔同人嘅回應，表示佢哋係照顧者、媽媽或者屋企有需要照顧老人家、病人咁樣嘅，所以我哋今次再一次推出照顧者系列嘅冥想。今次嘅主題會係你已經做得足夠。如果你一直都照顧緊人哋，照顧緊你嘅細路仔、屋企人，總覺得自己仲可以做得更多，呢一刻請你停一停，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或者輕輕咁樣瞓喺床上面，坐好瞓好之後，慢慢合上雙眼，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再一次吸入一啲好嘅能量，呼出一啲負能量，或者係你唔需要嘅能量。吸氣，呼氣，將注意力慢慢帶去你嘅呼吸。喺呼吸嘅同時，你留意下，你每一日都已經排得好滿啦。要照顧家庭，處理唔同嘅事，回應唔同人嘅需要，甚至乎連休息嘅時間都好少好少。不過點解心入面仍然會有一把聲同自己講，我係咪做得唔夠好呢？我係咪可以再努力一啲啊？而家我哋將呢一啲聲音慢慢咁樣靜落嚟，
需要再證明自己，我哋只係需要欣賞自己嘅付出，讓呢啲說話慢慢沉入去我哋嘅心入面，用雙手好好感覺我哋嘅心跳，同時好好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當你放下覺得自己唔夠好嘅感覺，身體就會開始慢慢放鬆。而呢一種嘅放鬆本身就係一種修復。你唔需要時時刻刻都咁堅強，你都可以停落嚟嘅。而家再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。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感受一下嗰種放鬆嘅感覺。而家就讓自己稍為休息，好好享受呼吸。其實你已經做得好好，好足夠啦。我哋真係要好好咁樣欣賞自己。希望你會喜歡我哋今次嘅廣東話引導冥想。如果喜歡我哋嘅 channel 嘅話，請你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我哋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啦，拜拜。